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老噴 PTCG 啊！隔咗2日咧，我哋嚟緊呢個 XY 嘅全圖鑑系列咧，即係我哋嘅黑色閃電同埋白色火焰啊！即係暫時呢個咁嘅譯名咧，我幫佢改嘅啫。咁啊，又有一啲更新啦。咁今日咧會同大家咧睇下有啲咩卡更新咗啊！咁啊，亦都咧會同大家睇下咧有2張新嘅 Rare 卡咧係推出咗啊！到時陣間可以俾大家望下我哋條片，即刻開始。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影片啊，記住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個女係小火龍，然之後打開你嘅小鐘仔啊，咁樣做嘅話咧，有新片 YouTube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啊。我哋去片。好啦，咁首先咧，我哋睇一睇 Pokemon 部分咧，就推出咗2隻 Pokemon 嘅進化鏈啊，有呢隻鰻魚啊，咁啊叫做咩鰻小魚啊，呢隻應該係咧，咁佢嘅基礎 Pokemon 咧就係40點嘅電屬 Pokemon 啊，咁啊佢嘅一招咧就第一招就係一毛咧，可以幫呢一隻 Pokemon 咧自己回復10點嘅 HP 啊，咁佢嘅一階進化咧就係90點嘅電屬性 Pokemon 啦，呢個叫做應該係電鰻啊。係啦，咁啊佢嘅特性咧就係可以幫你咧喺你嘅氣牌區入邊回填翻一啲電嘅基礎能量咧上你嘅備戰 Pokemon 啊，咁啊記住一定係備戰 Pokemon 啊，咁但係佢呢度咧冇寫明咧係可以用幾多次嘅，咁啊所以就係話，如果你做2隻呢一隻叫做一階進化 Pokemon 出嚟咧，你已經可以喺你嘅氣牌區入邊咧揾2粒 N， 即係每 turn 能夠揾2粒 N 咧，其實都幾犀利啊！咁啊，而且咧係冇話即係落邊一隻，任何一隻嘅備戰寶可夢都可以啊！咁啊，第2招咧就係應該話第1招咧就係2電1毛打50嘅。跟住咧，去到佢嘅2階進化咧，鰻魚王啦，其實亦都係小人牌嚟嘅，一張160點嘅電屬性2階進化小人牌啊！咁呢一隻嘢咧，真係好誇張啊！首先同大家睇下佢嘅第1招咧，就係1電打60啊，然之後咧可以去擲個公字之後咧，如果係正面咧，即係擲銀仔啊！如果係正面的話咧，咁啊可以將對手嘅即係戰鬥寶可夢咧係去做呢個麻痹嘅。咁啊佢第2招咧就3電打3電1毛咧打100成啊，咁啊喺度擲4次銀仔，正面嘅次數咧就乘100，咁真係非常之誇張啊！咁即係你如果可以擲到3個正面嘅話咧，已經係可以打到300攻擊力，一張小人牌能夠最高傷去到400，真係好恐怖。咁啊當然啦，有運氣成分嘅嘢咧，即係擲公字啊、擲銀仔呢啲咧，真係唔係好適合老噴啊！但係就咁聽咧，即係非常適合一啲咧好有運氣嘅朋友仔咧去玩呢一隻鰻魚王啊！好啦，跟住咧有我哋另外一隻嘅藥黑呢隻好似門口狗咁嘅物體咧，咁啊佢嘅小藥黑咧即係1階基礎進化咧就係呢一個60點嘅無屬性 Pokemon 啦，咁啊一個毛打10加嘅，即係10加就係咧如果你擲銀仔咧能夠正面咧就打到20傷，即係最高咧可以打到30傷啊！好啦，跟住咧就係佢嘅1階進化啦，90點嘅無屬性 Pokemon 啦。咁佢嘅第1招咧就係1毛咧，可以將對手嘅備戰寶可夢咧同佢嘅戰鬥寶可夢咧去做交換嘅。咁但係咧就由對手去選擇咧邊一隻擺上去對戰場上邊啦。咁第2招就係3毛打70，冇任何嘅附加效果啦。好啦，跟住咧去到佢嘅即係2階進化呢個長毛狗啊，即係其實佢同咗失爹嚟，好似真係好似樣啊！咁佢係160點嘅無屬性2階進化小人牌咧，咁佢2招嘅，第1招咧就係2個毛咧可以出到嘅，冇任何攻擊力，但係咧佢嘅能力就係擲3次銀啦。咁如果每一次正面咧，你就可以喺你嘅氣牌區入邊攞1張卡上手啊，嘅任選氣牌區嘅卡啊。咁啊，如果你3個都係正面嘅話咧，咁你可以喺你嘅氣牌區攞翻3張上嚟啊。咁啊，真係非常之適合咧。如果你可以即係俾人哋去叫做搞 hand 嘅時候咧，令到你抌咗一啲關鍵牌咧，你可以用呢一隻嘢幫手咧揾翻上嚟。但係當然啦，都係適合一啲運氣比較高嘅朋友仔去用啊。咁啊，第2招咧就係4個無屬性咧，但係100加嘅基礎嘅打點係100啦。咁如果呢一隻 Pokemon 係有特殊能量喺身上咧，佢就可以打到100，即係 total 打200。即係簡單啲就係佢有特殊能量就打200，冇特殊能量咧呢一招就打100啦，就係咁簡單。好啦，跟住咧就有2張物品牌啊，第1張咧大家非常之熟悉嘅能量回收啊，之前咧有一段時間咧我哋嘅草面具咧係好需要呢一張牌啊，咁啊嗰陣時咧即係都有啲人收得都叫有啲高價，咁啊而家咧我哋就再一次復刻啦，喺新嘅卡包出嚟啦。佢嗰個能力咧，大家非常之熟噶啦，喺你嘅氣牌區咧揾翻2個基本能量咧上翻手啊，真係非常之簡單啊！好啦，第2張嘅物品牌咧就係氣球啊，咁啊可以幫你即係
附咗上去嘅 Pokemon 咧減2個撤退費用啊。咁呢一度咧係絕對冇任何嘅需要咩二階進化定係一階進化定係基礎 Pokemon 嘅，係所有嘅 Pokemon 咧，如果只要將呢一張牌附喺佢身上嘅話咧，都係能夠去用得到嘅。咁啊，因為呢一張以前都有出過嘅，咁所以就而家又再復刻同大家見面啊。好啦，之後咧我哋會有3張嘅支援者啊，會見到我哋3位喺 XY 嘅角色咧出嚟啊。第一位咧就係豆子啊，我哋呢一位即係幾靚嘅女仔咧，我相信到時咧即係 Rare 咧真係要去俾心機去儲翻嚟啊。咁啊，佢嘅能力就係咧喺你嘅牌庫入邊咧揾一張進化 Pokemon 同埋一張能量卡上手，就係咁簡單啦。咁啊，我就咁見到咧呢一張牌，就咁睇咧，佢呢張已經幾靚啊。何況如果到時咧有 SR 或者 SL 咧，我覺得真係需要入手啦呢張。好啦，跟住咧有我哋嘅黑蓮啊，黑蓮的關心之前咧，我相信未退環境咧，好多朋友仔咧玩無屬性都會去用啊。無論嗰陣時嘅索羅亞克啦，定係阿爾宙斯啦，受傷之後咧可以用黑蓮嘅關心拉翻上手啊，咁啊可以叫做令到人哋咧蝕咗一啲輪次啊。咁但係今次呢張阿蓮咧，雖然都係同一個角色啊，但係咧佢嘅真係非常粗製濫造啊！佢嘅能力咧就係捉3張牌上手，即係咧就咁抽3張，哇！真係渣到不得了啊！咁但係咧佢亦都有 Rare 推出咗嘅，所以可以俾大家望下。咁呢一張 Rare 咧，我自己覺得都幾靚啊，而且咧黑蓮都算係一個喺 XY 入邊咧幾重要嘅角色啊，所以到時希望可以入到手啦。好啦，跟住咧，亦都係我哋博士研究咧，我哋 XY 嘅紅豆3博士咧，即係呢位都，我覺得都算係一位幾靚嘅博士嚟噶啦。咁啊，亦都即係佢用佢嘅樣咧推出咗我哋博士研究啦。咁啊，能力同平時嘅一模一樣啦，就係將你嘅手牌丟起啦，然之後做翻7張上手啊，非常之簡單直接啊。好啦，另外咧，亦都見到有2張特殊能量咧出現咗啊！唔知係咪咧攞嚟配住阿長毛狗用啊？咁咧佢就係呢一個我唔知係咪太精能量定係咩能量啊嚇？咁佢咧就一定啊要需要係去附喺你嘅基礎 Pokemon 身上啊，即係進咗化嗰啲咧就唔能夠享受到佢嘅能力啊。咁佢嘅能力咧就係可以俾你任選一個任何屬性嘅energy 咧，就俾你嗰隻 Pokemon 咧去做使用嘅。咁啊，即係基礎咧，即係上次去介紹過嘅咩遊雷姆啊呢啲咁嘅 EX 牌都可以用，因為咧佢就冇寫明係話有規則嘅 Pokemon 唔用得啊。好啦，咁啊，跟住另外咧，亦都見到有再一個第2款嘅特殊能量咧，就係有3個 energy 出現啊，咁啊非常之強勁啊！因為咧呢一張牌咧，頭先就係嗰一張叫咩太精能量啊，定係乜乜能量咧，就係只可以附喺基礎 Pokemon 嘛。呢一隻咧就必須附喺進化 Pokemon 身上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只係能夠提供到1個能量俾嗰隻，即係無屬性能量咧俾嗰隻 Pokemon。但係如果佢嗰隻係進化 Pokemon 咧，佢就可以提供到3個嘅無色能量俾佢啊。咁而且咧亦都係任何有規則嘅 Pokemon 咧都可以用得到啊！哇，咁你話勁到咁嘅話咧，係咪真係唔掂咧？咁啊，其實佢又有個副作用嘅，就係咧呢一張牌咧只係能夠咧用1次嘅，即係咩意思咧？你今 round 只要用佢做完攻擊之後咧，你就要將呢一張能量卡咧掹走，然之後放落你嘅棄牌區入邊啦。咁啊，就算你冇做攻擊咧，你呢一張亦都要將佢掹走啊！咁啊，最後咧，亦都見到上次同大家介紹過嘅彼得提尼咧，今次咧係有一張新嘅卡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咧，我哋會有張 BWR 咧係叫做新嘅 Rare 之上一條片嘅白龍黑龍咧，大家都見過啊！今次咧呢一張咧就唔係 BWR 嚟嘅，但係因為佢係 promo 卡啊，一張全張都係紅色嘅彼得提尼啊！咁其實講真，而家就咁望咧，真係未必話好認真可以睇得到張卡到時咧嗰個感覺係點樣，因為就咁望埋咧就好似望下咁樣，咁但係相信咧，我即係叫做一張新嘅模式嘅卡咧，咁我覺得都係可以有一個收藏價值喺度啊！好啦，咁啊又同大家咧再睇咗咧呢2彈卡咧嘅一啲叫新卡情報啦。咁啊，其實官方咧都真係因為如果我記得合眾地區好似156定157隻嘅 Pokemon 啊，咁變咗咧喺官方咧亦都真係慢慢會掟啲出嚟啊。就咁咧呢2條片都係介紹咗其實10零隻嘅啫。咁啊，相信咧其實嚟緊官方咧都會繼續去更新啊。咁啊，老朋亦都咧會揀一啲自己比較中意或者一啲比較特別嘅卡咧，會繼續同大家去做新卡情報啊。咁所以記住繼續留意啦。好啦，咁我條片去到呢度啊，記住訂閱我哋頻道，我個女係小放啊 ，like 我哋嘅片 share 俾多啲人睇，叫你入翻一齊玩 BDC， 同埋咧叫佢哋一齊睇啊 XY 呢彈卡咧都好似幾靚啊。好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